大家好，我係彬彬啊！今日我哋玩呢個咧新嘅一新嘅類似 SCP 遊戲，好好玩嘅都嚇。你有冇睇先嚿嘢？呢個嘢都幾有用，傳送器啊！唔止同算一個噶，你哋好特別嘅人噶，你又入咗去就嚇，有啲叫我哋呢個咧陌生人幫我哋試下。而家見到火車係咪？咁火車快啲定我哋傳最快啫？咁一定係傳送佢啦，因為係傳送佢。傳送喺邊？有咩變態？有咩變態攻擊啊？咁變態攻外掛攻擊係咪 ？YouTube，like and subscribe。又死啦！連出隻傳送鬼馬，為呢一次，喂我傳送佢翻咗，傳咗去，我傳咗，還好傳送到，真的傳送咗我啊！快啲我傳送咗，到重置位置。哇！解除開！冇我哋，即係冇我，係咪？好耐，但係冇我啦，我傳送器，幫俾外掛傳送器。Like and subscribe，睇我飛要咩嚟啊？我啲高鐵咧而家開始改住大家睇中間嚟喎，係咪見到中間咧？哇！中間係幾度嘅？可見到關特別嗰度 UHPC， 我期待可唔可以多俾？可唔可以裝到我？又應該得，唔得㗎。咁我咪真係俾啊！我冇睇啊啫。有我今次。subscribe。加速啊！我這邊subscribe。快让我下車，我跳車。開門，我感覺這裡有點。这叫厕所，干嘛？那什么不应该？我刚才感觉看到人马赛克了，让我打死拉懵了。你同我求很懵咯，你搞啲咩意思啊？咩魔法嚟播呀？你做乜俾咁綠嘅嘢出面？係我廁所功夫嚇？
都有啲人喺對好似咩個啤不過咩嚟啊？大家睇下有冇呢個？有。我等下不可以，哎呀，快点进去！按钮啊！按钮。Like and subscribe， like and subscribe， 人哋叫你 like and subscribe， 聽唔聽到啊 ？like and subscribe， 人哋啲程度。佢個應該係要我將佢身上嘅危險性死，都係唔係驚冇呢個有可能會接觸。好知唔怪之啦，去咗，冇事啦，快啲啊！咁慢嘅。你想唔想死啊？你繼續講啊！上面絕對安全，但係我將佢運起電梯對好嘅，智商過高啊！難睇我。頭先我爺敷咗之後，我係用。哇！干不开。可杯咖啡。咁樣唔該俾車咗咩？諗諗咖啡先，咖啡有咩啊？有咖啡因。呢度嘅地勢高，仲有恐龍睇，恐龍。咦原來咁大隻嘅，邊有咩品種鱷魚啊？地勢高，安全睇到遠嘢。仲有冇咖啡？信唔信啊？即係你個哇，這次恐龍太特別啦！有冇咖啡啫？地勢咁高咁好，唔飲杯咖啡。真係浪費啦！冇有啊？笑我坐佢咩大人物度咧？喺人哋屋頂，喺屋頂，然之後咧喺度飲茶，之後咧我比人哋更高一啲，企人哋圍嚟，企屋圍人咯。唔知仲可以睇過咩？鱷魚，鱷魚，
我已經打切那個，嚟啊！要不要我以前我推落去啦，我推人哋落去啦，我推落去，推你落去，最好俾人最更高級最高級企喺人哋頭上，飲杯咖啡。高定係高數啦，高咖啡，高貴咖啡。坐低，隨便啊！幫你斟杯咖啡。拿啲奶，SCP 隻手啊！呢個嘢咪玩嚟喎。SCP 嚟噶啦，嚟 SCP 嚟噶啦。哇！好嘅啦，我媽芝麻菜，又壽司，都唔係我啊，壽司，我啲奶，唔知站菜。喺做魚紅汁色先後，然之後你飛起車，嚇，就真係有少少唔好熟，我堵路。這個我要急住下我都有極限從字小姐飲啖咖啡啊！有咩阿多爾啊？更加冇話嘅種類，仲要落雨橫強咗一齊，咁啊！你杯咖啡飲一啖，應該係好地勢好高嘅地方，有冇睇戲？好，飲，會唔會停？咁多錢嘢要你，哇！最衝動，殺死，什麼事？這嘢我哇！快點！哎呀！卡巴咁唔通我跳樓而死，我飲，我你照你一顆。我照我的一顆，我照我放。哇！
我啲好似咁大咋，咁細。今夜我挖着泪水都碎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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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唔見咗人，又唔見咗你嘅。外掛就自身，外掛我看你。係啦，我看不見我。哇塞，这什么无限循环外挂？又来，我跟你说又来又，快溜啊！你不溜，你还没命溜。快关了！来，措施吧，关照更新。啊，他幾厲害，死咗對手出咩冇啊？呢個唔係呢個安全盒咧，做安全小朋友揮。唔應該車走啊！快啲啊！跟間車做你冇走 no 啊！車斷咗快撳掣走啊！吧！杯咖啡。天哪 ！Spunky，我世界每日快，就去間世界最安全屋，係好安全屋間屋嚟喎，依家我都幾安。仲有一個咩啊？大家播嚟聽。齊聊聲啊 ！CB 上咩啦？嚟響斟杯咖啡，開個雪櫃，打得爆落。佢今日又幾舒服㗎，咁仲有遊戲玩添。唔係要 CCTV， 仲有睇到 CCTV， 我睇到附近嘅情況，附近安全。我覺得一直咁啊，因為附近冇對症。我天姐，我太年輕了，這樣想你的。是精神的，有沒？你跟他附近暫時安全。這首俄羅斯電熱度呀。童年歌。外挂不可以。怎么这样死的更好看？怪我，我给你疯。这我就376相机。no。没事。快开门了，白痴！我的咖啡又给弄没你你可以收费，你不早收费，你用的费。2个人看，马上关门。Happy Miss Go， 可以看，我操！我还挂看。好对台，然后被我投了他，好的喜欢。啊？啥没事？移动了。老师，人死了，之前也别看，老师看一下私信。
不是，我记得的是我不要去这个衣服，这太恐怖啊！看电视啊，我看这是快乐上。看，关很多水，关门，come on，看一下，这是淡香水。用手机快了，我有可能没毛病呢，没毛病啊！病态干啊！我这的忽悠，真够空的。现在人长那么黑的，我看坐下看，喝杯咖啡啊。OK， 我真係我根本就係頭先個場，頭先場呢隻最多恐怖嗰電視啫。睇下電視先，睇下大家都有冇電視，即係人哋放咗出嚟，你做乜睇電視一齊？頭先嗰下都幾恐怖啊，根本唔敢嘅呼吸嘅嘢。又有電視睇到，等我睇下。所以我馬上就32個鐘，32個鐘，默契少年球，我看，默契啊，叫坐下要有默契感，我懂吗？懂，这样我就喝咖啡，努力，快点到，拍啊！来了！怪物来了！外挂来！快点！让我就外挂不怕！哈哈！你看我咖啡。另外用几根方30分钟，30分钟，默契少年穷。年了，感觉太幽默，太有真开心你的样子，那个样子是那么多么的欢，救我！把你们快去高高！我终于到了，牛逼呢！外挂，我挂逼！看看它里面几个先。这样爆弹是吧？现在快来，感觉我这站在这里看一下，看你挺好看，是别人的场景，把它抓起来，让你个烈渣渣，再继续快点，再快点，炸死一个锅呀！他这样，这样的朋友，就我朋友。人太嚇死咗唔死。Let's go！ 唉，好可惜，屋企電視壞咗。Let's go！ CP08根本唔驚我，OK？ 我根本唔驚。雖然可能我死之前我都係飲咖啡嚟講。媽媽。聞到冇乜感覺，好臭聲啊！咩臭臭啊？仲俾我睇咳滋咪歌，有啲不太對。
我都有啲不太對。咖啡，根本就有啲不太對啊。我就覺得啊，真係有啲不太對啊，覺得。今日咖啡豆淡乜滯啊！因為咖啡咁，嗰咖啡豆咧變淡咗啊！對唔對就係覺得咖啡豆變淡咗啊！真係幾爽大家，係咪？喺度食住乜嘢睇住 cut TV， 我真係有啲唔係太對。點解變黑咗開始？咖啡太黑啦。做要天氣有型吸血。有一種未知未知嘅咖啡味啊，係嚇人㗎咋嚇，會令我眼攰，咁唔開。我最胖，接班，成有嘢，上外國有嘢啊！係咧，我想飲咖啡 ，Candy，每日飲一杯咖啡，幫我週末，不要嘈啊！做乜嘢做翻排隊？那邊度？有太香，想開拍住啊！想做件寬告，關掉小啊！叫開個乜嘢？唔得，開。好，那是今日咁嘅就嚟。Let's go。上面係冚家野人，真好人。大家，我有煙牌，還沒有問題，給我擦皮鞋。老鄧，殺死老皮真啊！真係算啦，不如我翻去咁樣。做乜咁黑嘅你好冇？個如果可唔可以外掛菜雞？開門，閂門，你炒好習慣啊！就做開我。I miss school. I miss school. 是要我讓全穿靴子了。80塊，80塊嘅啊！係咪胡定？應該要胡定，咁兩個要胡定，有啲脾氣添。我快啲，咁樣，按錯啊！
正在睇同努力寫動中。紅發射5、4、3、2、1，開跑！倒下！我是大漢子！快點！看到的話，世事不能輸，中看不中用啊！咁啊，好嚟，做咩啊？6個人，變態6個人，摧毀術，有點不太靚，真係有啲不太靚。覺得今日雪櫃冇，我飲咖啡攰得滯。啊，講錯吧？那我講錯吧？呢度就真係是有問題。我係講是問題。正我飲杯咖啡睇睇陣，嗱，可能佢哋減速嘅，慢慢啃。點解我有分嘅？對不起，是真的阿拉克拉斯，出來吧，醫生！難怪呢係真嘅要，唔可以睇佢眼睛。好啦，今日先嚟到呢度啦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係寶寶啊，今日我哋玩呢個按鈕遊戲。呢遊戲咧其實幾好玩嘅都，你哋同朋友玩咧有好坑一下你朋友。我哋而家遊戲正式開始啦。佢講，如果你想玩呢個按鈕房間，呢個遊戲名叫房間啊，同大家講聲。佢呢個都好蠱惑嘅呢個，係比 SCP 好嘔心嗰啲嘢好多。喺依佢就咁樣，啲嘢想插爆你下面嚿嘢。如果你係男仔喎，好危險㗎呢個嘢。但係又有幾好玩嘅。但係俾佢超貼士你啊！其實嗰度一睇咧，今次一個係乜嘢啊？樓層不穩定，小心啲！樓層不穩定意思就係崩塌。呢係我通常知道，因為樓層不穩定咧，咁跳到我冇死點解啊？因為我跳到最危險嗰刻咧，你完咗其實呢有少奇怪嚇，我跳落最危險嗰刻啊嘛，佢做爆炸添，呢邊一千年殺啊！好差啲啊，要千年殺添，好危險真係。慢慢地。你嗰度應該唔係啦。哇！連續2個天風開鬼喎，死亡天風。下次呢個 tips 咧就係咧喺電視咧會顯示今次係乜嘢嘅嗰個樓層，今次係乜嘢活動，大家隨時嚟列住。跳落冇起，好呀！真係，thank you 你哋。哦，我每次拎佢火種都壞嘅。我翻嚟見唔到你坐咧，唔俾你玩㗎啦。因為天風開過，直闖天涯。開起隻激光，但我估到啦。啊，我啩。係咪我邊度嚟嘅呢隻嚟嘅？跳少少，你跳，係咪跳位？哇，香過！
哇！踩一左踩右踩向前向後，先拿了預備高，先拿了預備好，先拿了預備之後，大進了停。做這個危險按鈕。如果有啲人好霸道咧，喺度咧佢就會咁樣停佢咯。見到未？我有隻炮入俾炸到，就好似有隻喺呢條花花轉，我俾佢好啲炮頭。要不干哎，好玩，因為咁啲類似拆炸彈嚟嘅喎。一拆炸彈咧，但係唔同，因為就係個咩拆導器。如果佢帶起燒藍之後20秒啫，拆炸。快 ！No！ 啱嚇。梗係佢有即停咯。有冇一個 Thank you？ 即係如果有啲人好霸道，K 上面唔俾人哋暗咧，然之後佢咧就為咗防止會有呢啲危險嘅嘢，嗰度整一個咧 real。啊！呢個整翻炮都有，整翻一粒炮。佢咩？呢個咩？呢個人類佢個 Noob 咧，佢有隱藏關卡。喺就係呢個遊戲仲有個隱藏關卡，話俾你知道，一陣間俾你睇下。有好多人唔知嘅隱藏關卡咧，因為咧通常咧正常咧，如果係嗰啲乜嘢咧，入咗之後咧，你就去咗咩？又出咗地海啦。但係個 Noob 唔同。佢 Noob 咧有個隱藏空間，好特別嘅，我都先知咯。大家睇下，一陣間俾你比較下嚇，依個係因為咧隱藏空間。隱藏空間我哋睇下呢個隱藏空間咧，又有條地獄我入咗，因為唔係個個關卡都有嘅，所以因為我話依好危險嘅，要小心啲嘅。慢啲，慢慢啲，慢慢啲。拿了一杯高，拿了一杯好，拿了一杯之後，大家停。呢個咪要切下，停啦。你都去切少少，向前少少。拿了一杯高，拿了一杯好，拿了一杯之後，大家最後就係進入咗水死，終極咧到差啲，我覺得雙殺 double kill， 我唔會入去啦，就入邊，呢個我唔想再入去啦，好似大家見到啊。呢個都係多咗，我留俾你㗎。哦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啊 thank you 喎呢個，呢個人嘅名叫 thank you 啊，睇呢隻自私人嘅行過。個頭嗰隻將只斬翻整翻個頭，係電視，係動。6 7。大家應該俾喊我入去之後咧，會俾人點啊？啊扭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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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白痴！我是传千金啊！这都只有no 好，等陣打下。然之後如果插彈不成功，佢就會咁樣。我睇下我冇睇錯，而家真係俾我錄音啊！然之後等呢就係全部人。Thank you。然之後大家睇下裡面嗰個應該唔係隱藏空間嚟，大家你哋要知道喎。你但係只有牛奶可以入去啫，其他地方唔係咧嚇，你就會去咗燒。係咪牛奶唔會啊？唔好讓我卡咩巴㗎，係真嘅。上面呢個通常咧自私人咧都冇好後果㗎。
有啲係又好似成有一群咧，就好似那你？新南的有不高，新南的有不好，新南不知道还大进了天。有那个，真係幾有大進腦的感覺。死定呢個人係令真係喺逃不過命運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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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猴子大大，你傻呀你呀？叫個嚇！我看見有一個卡巴嘅嚇，呢個上面咧。可能我真係帶出地圖啊！有可能有一個地方真係帶出地圖，有可能會，因為咧嗰個咧唔係每次成個有時我會一噴呢個11名嘅14加產啊，係咪加產？大家呢個其實幾容易就係知望住啲軍天斜半步，你有冇學咗要整到斜半步？花式跳繩不要喐，只要停停頓頓喐。啦啦啦啦啦！我睇到我現在神先開始咯，有聽我要去跑步了，跑步大神。新南的日本高，新南的日本好，新南的日本一下大進了天。我呢個流風係不穩定，我懷疑。嗱呢個情況就即刻入去強制做啊！呢個係算難嘅，呢個咪日啊！咁厲害，咁厲害嘅。有啊，我想做咩俾陳師睇下，喺呢個書真係好衰啊，後邊係咁嘅。真係唔仲要去，即係如果有人嘅話就要維持得耐啲。下次如果點讚過3萬咧，如果點讚過唔係，如果觀看次數過3000咧，咁我就錄第2集啦，就馬上更新第2集。流程不穩定啊！新南的日本高，新南的日本好，新南的日本新南還有大進了天。我晚上跳過嚟玩，通常都喊一下成路嘢。結果係做天堂嘅，根本唔使㗎，有人擺啦不成功，擺啦真係等曬你。幾隻雙倍攻擊，炸粉身碎骨，再加個喺霸氣加粉身碎骨，幾有型啊！我而家換咗個拍檔啦，決定我而家拍檔咧唔會再加阿遠程器，或者將遠程改咗佢。呢個唔通係啊？大家有去過呢個有可能咧，其實你知道你有可能望住老豆，你知你望住一個前方，啲冇睇住。你可以啊，我想指我誰啊？可以指我先過嚟。我係以為。安全。打架如何靈活就第一招向後不走，第二招小心頭上，第一招觀星不要睇路，第四招躲避學，第五招向後走，第七招千祈不要躲避，第七招紅上躲避，第八招無限力量，第九招揾人做起身，第五招有個靈活走位要用。我差啲可靈活走位，我走嗰度啊！然之後你看跳
要附近小危險。要吸住卡，吸邊個先？吸咗人啦！我教你大家，我教你點樣安全模式啊！佢追喺度。通常因為你依家咧唔係同佢傾電話，呢個死鬼。唔得。但係自己最後都係整爛咗嗰個。好危險嘅，係喺度係最安全。睇下死咗，俾人篤背脊篤死咗。好嚟，今次係1/3嘅機率，有唔係4/4嘅機會中喎。耶耶耶耶耶耶耶！嚇，兩個掛機小朋友，幾時搞熱浪模式啊？咁白嘅，掛住條嘅 cut self birth， 大家唔好誤會，呢個平時唔係我嘅嚟嘅。平時我咁聰明嘅，我仲有條事實上喺個電波有少厲害，可以將人哋就粉都水鬼。吐沙草。一次活特斯拉球都冇咗，邊個撳咗邊個係激？講住，光部門，啲光部喺死上面天上啊！就嚟到泰國啦！有乜嘢㗎？哦，喺樓。哦，危險！大家係咪啊？天過神咗，貼身爆炸！我自己貼身個頭啲卡實嘅呢啲，冇份。吸咗個邊個啊？做咩事？之後，小心地，慢慢地。今次係1月，哇！幸運有計。只要你唔好同，只要咧，如果係咪識人咧，唔識嘅人咧，咁通常你只要企喺度，你咁佢都發現唔到你㗎。因為上面隻限行咧，除非自備個咩安全系統，我仲可以射到人哋下，死咗。仲咪有機關咗你躲避空都，躲避實令我周圍，仲咪要100%自動喺度，我知射幾多件槍可以瞄準中咯，慢慢地。用翻95點。Where's speed? Let's go, let's go。要吸力，我要噴火。咩啊？你關我邊度？我俾我掛住光芒驚驚。咁好似有跳喎！我今日佢同講有毒氣有毒㗎。無敵外掛就是多麼的美。直痛，叫咗邊個？Nani？咩Nani啊？你千祈唔好俾睇到咧，睇佢死角度咧。呢個咪死角嚟㗎，呢個死角咧係好難睇喎。呢個咧可以睇到地圖咧，其實即係小藍魚。即係如果譬如
地三輪車睇唔到，睇到地三輪車。啊！你仲有睇到咧？你仲可以發現咗咧，我隻卡布拉。仲有可能卡布拉先，唔知知講咩？後上真係我見到個布拉。活動開就。大家通常，但我建議咧，嗱你活動嗰時千祈唔好咁上級爬上，但係你爬上去都爬上到，因為最有可能會真係卡到上啲圖案哈，我卡 block 成功卡 block， 然之後呢個嘢就會消失啦，就過啦，這就開始爆炸。我都話啦，好慘喎，千男子什麼？跟住就係個黑仔，然之後後面唔知點解咧有火箭係咪咧？但問題我入唔到去咧，我啲屍體入去啦，我頭真有力，係金皮嚟，好珍貴。我唔知仲要係就真係以為咧呢個咩突發好危險嘅突發事件。會響啲咩歌咧？如果睇下咧，都有啲麻煩。這一雙在抿着苦米的臭爪。嗱，大家嚟講咧，我對唔住人啦，一個叫何正橋，係咗元朗燈光小學嘅4A 班。今年10歲，好矮啫，小矮人嚟嘅。第二個就係黑名單，就係細個就4B 班，叫口立，分數考咩都唔，考數學、中文都唔得，自身康比0.1，都係元朗燈光小學返學嘅，係印度小朋友。冇好，你睇下先，白痴我寫咗，我真聰明。冇聽到啊，送手咗我啲，但係其實之後有時睇到就可能。何？哇！個手機熱到，嗱啲，我嘅視頻我叫先攞20分鐘。去哪外去哪？沒得中。有沒有一個我們到了很緊追蹤，十分的危險。我已經吸住炸彈，我已經會殺緊佢。我睇呢叫咩啊？呢個力量康比外掛。你呢個要俾佢靈活做啊！我們沒school，打我下，你打我下。仲為速過度而死啲，笑到笑。應該我哋下一步事情就錄咧嗰個60唔係，要好玩，要超好玩。應該係錄嗰個視頻就係錄酷難啦應該個視頻就係錄交換身體㗎係，都幾玩。然後是我啦，要玩咧就玩，加上去玩替死鬼嘅。替死鬼術，我好想死都送咗佢咯。嗱，呢個炮彈都冇隱藏空間啊！同你講，佢都好死啊！嗰巴個尾咪似咗人卡啊！算啦，危險
我咁厲害咧，射唔中咧，光總部，開機總部。懷疑有可能安全，有一對 DL 兩個，咩用係一個高難度動作，幾高難度啊？呢啲叫做企杆高難度，幾高啊？無限啊，幾高啊，難度啊，我幾厲害！睇下平時我都企到咩？I'm in school。真好吧？啥都不对。I'm in school。分钟之后，我的一瞬间，将我那朵痛怪雨中的快手。I'm in school。嗱，大家有冇聽過自私嘅人總是會死？所以懷疑佢哋一堆人有可能睇下呢個咧係唔係人人都做到？有時我都好失誤㗎嚇，好難整㗎，睇下你。一堆人死晒，只剩我叻，開始隻啊！咁標準嘅，佢明完之後佢就，no，你拋上嚟總是會死。我想幫我頂。樓上嗱黑燈塔，都大家好做。哇！考8個啦！我走啊！以後，我都唔知現在做香港咧好安全，以為自己好安全嘅地方，咩又開膽死啊！你睇下有規律嘅人，即係你咁樣左右嘅，都高一隻，之後攻擊地面嘅，反而天面嘅冇，我會嚇下你嘅啫，只會，因為天面係好安全，即係對住現時嗰邊咧，最安全嘅特斯拉圖。因為今日點解唔敢試啊？咁跟住這兩個電視咧。冇播咧，特斯拉圖丘比克，還有嗰種噴火術。我教你如何犧牲自己口下，日臭死毒死人哋，一係毒死冇，我將人哋毒死啊真係。後邊是爸爸爸爸。新郎来又不高，新郎来又不好，新郎没有本錢的還有大金哦，金！哎呀 ，OK， 我決定解到，因為我不高，我沒有不，話不知個解到喺度天，明知咋？有規律過每次一站我就，
我話你3出嚟都冇個事實，係開一裝就唔好睇慳，做一定做躲避小朋友。就係最安全地方就喺度。唔好講住，明明整太大，呢個啦，因為唔肯定個咁，哦，唔係，中打中打好啊，中打好啊。我都話係即打，冇並排唔知咩路。係我名叫，我條友真定咁講。嗱，我頭咧係空嘅，身體空嘅。親啊，嘟哩嘟哩，我從裡面讀，從沒路。嘟嘟嘟嘟嘟。嚇，幾好玩。親啊，你不要搞到走走我。我咁好玩嘅我。哪能又不夠？起碼沒有不高，親哪能又不好？親哪能又把電腦還有大電腦？親。哎呦，又來了。令我走啊！食唔到我，食唔到我。你要咩？抽死！下次好啲啊！冇啊，今日嗰陣時咪到咗啦，拜拜。